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强烈风台包围拜五拜六影响台湾，上紧明仔发布风台警报，拜六礼拜大学分科测验延到后礼拜一拜二举行。社署要求业者自主加强化验油品，昨个接到泰山公司通报一批调和油验到苯偏比超标，佮对查产品的配合。美军昨空是伊朗报复伊朗攻击3架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嘛呛讲一定会报复，国际油价嘛又搁大起。做伙来关心强烈风台包围上新的情形。目前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有380公里哦。风台按算讲会伫拜五拜六通过台湾东北部的近海，时到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署嘛拍算讲，上紧明仔载日时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暗时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五的暗时到拜六，风台影响上大。风台来进前，拜三拜四全台湾拢要真好天，亲像湘北地区、中南部、外山区，也阁有花东唱歌，可能有到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气象署提醒民众，这2天就要先做好风台准备。目前风台包围7级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拍算拜四外围环流接近，前到拜五暗到拜六，风台就会通过台湾东北方的近海，有过这段时间的风雨上头。照目前8位台风的话，目前就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的一个海面上。那目前的一个强度上来讲的话，是中心是最大是每秒60公尺这样的一个强度。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就会开始逐渐往这个西北的方向，然后朝台湾的东北方的这个海面去做接近。周五晚上到周六的这段期间，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根据气象署预估，台湾各地区未来120点钟的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嘉南、湘北含桃园，也有花莲、连江等等10个县市拢超过9成。气象署指出，包围是一个真大、阁真强的风台，时到风台外来，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署表示，台中以北的山区会上大水河，民众都要特别注意，一定要量早防灾。在明天晚上开始，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宜兰地区的话，这个降雨情形就开始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哦。那到礼拜五白天的时候，基本上台风的外围环流就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跟宜兰地区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雨势上就会开始会有逐渐增加，而且风势会有逐渐增强的一个情形。到时候在西半部地区的一个风雨上来讲的话，在这时候会开始会有逐渐增强的一个情形。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拜三到礼拜受到风台的影响，北海花东半部也有恒春甲马祖拢要注意，各沿海的海涌会有到3米以上。前到风台期间，山区头北海的淡水可能会发生土石流，所以嘛呼吁民众莫去到山区甲海边避免危险。记者郭耀基林小凯台北报道。本地1礼拜6礼拜要考大学分科测验，受到包围风台影响，大学招联会是宣布讲要改到13、14后礼拜一、拜二来考试。教育部嘛表示讲，南山区、偏远地区停班停课，考生需要先去考场的附近，交通跟过暝的费用会当来申请补助。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最严重的时候是10号的下午跟11号的上午。这个2个关键的日子一个是考生的这个市场的查询，另外一个7月11号也就已经开始了进行了考试。所以为了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如果我们有考生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呢受到的影响，这个原住地的地方因为停班停课，他必须要提早出来，他有这个额外的交通费用需求或者是住宿需求，都可以检具呢向大考中心来提出做这个补助的这个申请动作。教育部表示讲，监视人员佮有监考老师本来就安排备用的人员相关的津贴甲补偿拢会照规定来办理。因为分科测验延期，所以成绩嘛延到8月初3公布，后续招生的作业嘛延期，是延到8月初5到初8来进行登记分发志愿，8月17会封榜。风台要来咯，航班恐惊嘛会受到影响。有袂少这2天准备要出国的民众是赶紧伫还未发布风台警报之前来买旅游不便险。华航嘛宣布讲7月初9到11的机票，伫7月31之前改票唔免收手续费。行李箱大官小官排队办理报到，
即马是歇热旅游的大季，真侪人拢是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毋过包围风台的说是要来检查，即礼拜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出发的机帮，甚至往返日本啊个韩国的机帮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的旅客就惊讲行程会有变卦，甚至赶紧加买旅游不便险。这几天有很注意台风动态吗？有啊，我们非常注意台风动态，就是很害怕万一出去之后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发生这样。是要去哪里？去日本。会担心吗？会有点担心，是怕说刚好来的时候没办法出去，还有回程。但还好今天出发还没有问题，那回程会比较担心一点，所以有去买了一下那个旅游不便险。因为包围风台可能会影响到机帮，华航宣布，伫咧7月初9甲11要做的机票，伫咧7月31进前会使来改位，免收改票的手续费。啊，若是旅游业者，就提醒旅客，若烦恼机帮会受到风台影响，会使先买旅游不便险，才袂加开冤枉钱。啊，若团客部分主要是以航班有变动为主，无袂凊彩改行程。第一个就要把所有的山带去收拾，包括你的饭店，包括你的租车公司。都可以避免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另外，歇热是真热，啊，毋过最近安检是甲真侪手提电风甲没收，这航警局就提醒，旅客若出国进前，就要甲相关的规矩确认好清楚。亲像这款手提电风，有的是倒锂电池的，这是袂使托运的，就要随身载伫咧身躯顶。啊，若是倒盐酸电池的这款的电风，无论讲是手提还是要托运，这拢袂使。违规在的人安检的时阵，拢会要求你爱现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台北市敦化北路外大宿大楼多间工程的附近传出讲路崩去，加速管线嘛破去，加速外流。对外面哦是当看到讲路中是出现一个正大的崩塌，警方跟消防人员已经有封锁线。崩塌的范围哦，大约是5公尺长、3.5公尺宽、1.5公尺深哦。这嘛造成加速的管线破去，加速外流。大台北加速公司嘛到现场去处理。附近的大宿大楼拆掉了后，等下进行多次更新的工程。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讲，敢是工程造成地基空气，嘛去影响到附近的建筑物嘞。再来看低盐油品案哦，佮继续在传烧。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早起是表示讲，昨暗有接到通报，讲泰山有一批调理油，嘛验到苯片比超标，佮继续在追查。在野党的立委哦，今仔早起嘛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等人，爱向各人回示的，嘛爱落台负责。院长下台！院长下台！毒油害台！毒油害台！院长下台！国民党立委夜排抗议，要求卫福部长赵宗良回示的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便比超标引发食安的疑虑。现在问题扩大，经过泰山初步化验，有一批油品佮验出苯便比超标，正搁咧追查这批油品的配合。昨天晚上我们也接到，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有超标的情形，有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原本含量20%以下175项产品，敢若是由业者自主公开产品的资讯。卫福部初期政策大转变，改做宣布全面落架，车牌深夜12点进前要完成。这位在野党立委伫法院维权委员会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卫福部长赵宗良等等的官员，除了爱向全民回示的，嘛应该爱落台表示负责。20%的洗脚水你要喝吗？这样子的东西不会让你致癌，但你敢喝吗？更何况是今天有致癌物的相关成分稀释20%的含量，毒油的总量有1300吨，但是呢，追踪回来的只有17吨，不到1%。请问99% 的毒油现在流向何方？如果继续这样闹下去，到底对人民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啊！民众比较要关心的是，我家的油到底我可不可以继续吃？好，到底那个品相怎么对？要让民众很快的去了解。对追查的状况，赵宗良表示，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未开始通报到油品制造过程敢有弊端。除了迄当时有问题油品，嘛针对中联为4月到6月底宣布停止制造过程中所有油品，拢会全部检验。那结果一出来，就会宣布所有品项资讯嘛会继续公布伫食药署的专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低盐的沙拉油哦，各县市的政府佮继续在追查，高雄市政府嘛，佮在公布20件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
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是搁再强调讲，随查到有问题由会随公布，嘛随要求业者着爱随回收落价。问题油的风波继续咧拖，高雄市府继续开闸1222间相关的通路，嘛公布第三站使用问题油品的店家、餐饮，也有加工业者20间，市府已经禁止业者使用，嘛要求卖场爱落价，嘛公告退换货代志，一直到初7为止，已经回收有问题油品3551.7粒。只要确定使用到问题油的加工食品就下架。卫生局已全面展开清查，厘清第三层及以下相关业者使用状况，确保问题油品不让市民吃下肚。行政院长杜英泰初背一透早，搁一概宣示政府解决问题油的决心。关于食安的问题，我昨天说过，没有一个政府不会去积极的处理。我们只要查到，我们就会来公布，只要有问题就下架。这个去问题油品扫掉的，包括享食天堂碗霸店，也个卖食品原料的王来兴，明德豆瓣上拢在内。啊，若卖场讲，因为顶悬的厂商提供有问题油品，民众只要提发票，就会使来退费，无日期的限制。像我们家做生意，我们都会问啊，所以问也都还好，因为用的都不是他们家的，然后甚至也不是用大豆类的东西，因为可能之前的猪油的东西吧，可能大家都会有另外一个警惕，所以可能都会去用好一点的。另外，联华食品大港的超商食品，包括林聪明鸡肉饭圆、富航豆奶经典饭圆等等的品项，拢调查。对着这件代志，林聪明刷过鱼头揣八回，讲因每一间门市用的原料，也有油品用的供应链拢无同，请消费者放心。那在7-Eleven的通路上呢，目前我们得知，这个饭团有涉及到使用这个不当的油品。那跟我们本店门市所使用的这个所有的贩售油呢，是不同的供应链。对着政府追查问题油的速度，虽然民众是真肯定，不过是按政策的检讨，嘛是爱继续进行，民众才会当食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住伫台湾的日本的媒体人石柏明夫，这个月初6伫台中演讲说，和一个提香港护照的查甫人拍。早起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因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治安案件，尤其是伫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这恐惊是跨国的镇压。伊嘛呼吁讲，检调就应该爱调查，嘛要求政府爱加强入境的国安机制，甲强化反渗透法的民主防卫机制。伫台湾的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顶日伫台中演讲了后，互一个有香港护照的查甫人攻击，嫌犯在犯案了后，阁要坐回人机让港入境，加在伫登机进前，互警察掌着。代志发生了后，石坂明夫嘛伫面册破文表示，台湾政府毋通把这件代志当作是一般的伤害案件，就要调查背后敢有组织介入，嘛应该检讨入境的安全机制，避免有人利用台湾开放甲自由的环境去犯案。中国伸黑手。台湾不低头。若拜三有小党伫立法院头前开记者会，认为这个代志毋是单纯的治安案件，谴责中国下国镇压，嘛强调台湾社会面对暴力袂退让。常年用文字来批评中国威权的媒体人，但是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暴力的攻击。出手的则是一名持有香港籍身份的廖姓男子，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算计得非常清楚。就像是一套事前先演练过的行动。辩团指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初实施了后，外界就烦恼中国可能用新法甲批评中国海外人士施压，甚至透过威胁、暴力等等的方式影响言论自由。针对这摆攻击案件，辩团是呼吁检调来厘清事件背后敢有人咧操作、出钱甲协助犯案。我们要全面检讨国本以及入境的审查。绝对不能再让有心人士利用漏洞来残害台湾的民主以及日常生活。立法院必须加速通过境外势力代理人法，并且全面补强反渗透法吓阻力不足、过度依赖法官自由心证以及规范限缩的现况。民团嘛要求政府检讨入境心在国安机制，加强反渗透法的相关规范，强化反制境外势力的力头。总统府拜一嘛谴责中国，讲这个案件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头一个发生伫台湾有下警镇嘛性质的暴力案件。那案件背后敢有组织介入？目前司法单位正在调查。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
再来看中共的唱水男刺射飞弹引起国际谴责。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讲，真主显示讲中共是刺射巨龙2型的飞弹。总统赖清德进前有表示讲，咱要来规划打造台湾之盾，要来反制中共的威胁。也毋过中科院研发用攻击飞弹，特别预算说互立法院在野党提调。最近个传出讲嘛无编伫明年的年度预算内底，嘛引起外界的关心。中国进前试射、监射洲际弹道飞弹，互区域的局势变紧张，国际强烈谴责。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公布中国飞弹飞行卡架的图，国军透过多元的情报，掌握中国试射射程有6700公里的巨龙2型飞弹。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是常态性的情报交换。另外，中国2隻军艦福建號甲遼寧號最近動作真濟，國軍也掌握因的動態。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巨浪2哈，福建號的部分就我了解，应该是它是为了避台，然后出来以后避完台之后就回海南岛，让它的母港金木礁。那辽寧號的部分，我们了解是出了古镇口，然后出去，然后应该会在那个。渤海之内会做它的舰载机起降的一些训练。为着阻挡中国的威胁，总统赖清德讲要打造台湾之盾，其中中科院打造的强攻飞弹，早的高度会当到70公里这悬，是国军设防空网真重要的战略。原地透过特别预算要大量产，不过互在野踢掉，即马佫传出无编伫明年年度预算。互外界烦恼台湾之盾出现变数。我们会运用各种的不管的相关的预算，我们都会将它纳入。因那国军面对警察少冲击，会当招募的兵员逐年咧减少，目前全军兵现比有80%。面对必胜的保卫战，国军提出放令志愿入营定选的条件，提悬薪水的待遇，互志愿役的人力成长5000人。不过，基层的军事官犹原无够，按照明年恢复医官的考试。1年期就可以了。那1年期的话，那我们现在明年这些大专毕业的人，那我们让他可以去考预备军官或者是预备士官，那我可以充实我们的基层的干部。另外，国军为着增加义务役做兵的意愿，顾立雄表示，规划义务役伫战斗部队服役，也会当领到战斗部队的加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解放军对台发动陆海空威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今仔伫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就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共同来建立预警应变的机制，对于普什地带的交料、黄线、红线，都要有明确判断的标准，随时拢爱做好准备。最近几年，中国普什地带侵扰手段一直升级，直接派军舰、海警船去台海、甲第一岛链的四周围。最近佫向太平洋试射、监射弹道飞弹，引发国际关注。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采白伫台湾海洋国际论坛，都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做伙建立预警应变处理的机制，唔通互中国用浅浅的战术改变即卖状况。我们必须讨论，我们要维持的现状是什么？哪些行动正在侵蚀现状？灰色地带侵扰的黄线在哪里？红线又在哪里？我所说的黄线不一定意味着军事的反击，红线也不应该等到战争爆发才存在。真正重要的是，在危机发生以前，我们能不能建立共同的辨识、共同的预警，以及相称而协调的回应。China's ambition is to internalize the seas along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ttempting to transform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nto internal waters. 搁在带团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美国参议员达克阿西也受邀请参与会议，针对中国进前声称伫台湾东部海峡进行执法的巡查。达克阿西指出，这是中国想要建立新常态的做法，唔那台湾国际社会拢应该保持警觉。China is trying to establish new norms that are not in compliance with w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greed to and ratified. And we cannot allow them to do that because they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and expand that, and it has global implications. This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the Netherlands as it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is to Taiwan. 达克阿西也强调，在海安全对全球安全佮经济拢真重要。因那前一天会面赖总统的时，达克阿西是表示，家己是传习会了后，头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参议员，希望传达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自头到尾拢真坚定，而且跨党派的支持也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咱国内的长阿病毒疫情有压悬的趋势。疾管署是公布讲，有新增加一个重症的个案，是一个敢若8个月大的婴儿。个案，他是一个中部未满1岁的婴儿，在6月上旬出现发烧等症状，目前检出是确认肠病毒第68型的并发症。那目前个案已经出院。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有6例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个案，跟前周比较起来，大概上升了6% 到7% 之间。那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疫情，大概有上升的一个趋势。这婴仔爆发烧哦，并白淋个规身躯满尾咧掉顶顶的镜头，佮查出讲有肺炎加脑炎，后来验着讲是胃着肠仔病毒，好加在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健康了。疾管署嘛呼吁讲5岁以下囡仔若出现爱困哦、满尾掉，还是讲一直吐，这个症状就爱赶紧去看医生。再来看屏东的地电哦，早起有一台轿车甲一台乌多摆相撞，两台车是拢并车落去水沟啊。骑乌多摆的2个少年人哦，当场就无喘气，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这个轿车的驾驶是轻伤，嘛无食酒，无食毒，车祸原因哦，搁爱厘清。车别早起7点外，屏东德产乡的平安路甲永兴路口，一台轿车甲小载乌多摆分别对无共的车路开过来，不止个车速拢无慢，两台车来到路口就安尼弄做过，轿车甲乌多摆拢并落去水沟底，骑乌多摆小载2个少年啊，当场无性命现象。附近民众讲，听到声出去看，人甲车拢伫咧水沟底啊。听到响一声足大声的啊！啊，你有出来看？有啊，尾啊，咱在开门了，我有出去看，啊，人在拢是水沟啊。2个少年啊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转来，现场4个拢是车壳的碎片，乌多摆的前脸已经喷出去路边，规台车拢甲碎糊糊，轿车嘛是4脸翘上天，并伫咧沟仔底。64岁查甫驾驶卡伫咧车底，消防赶到规家人救出来，加载干那轻伤。轿车驾驶讲，伊来到路口看到乌多摆时，已经被负打动。我就过来，因就撞落啊，我就闪啊。啊，速度就快。本案自小客车驾驶人无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厘清。2个少年啊是朋友，骑乌多摆小载要去上班，年纪拢是20外岁。因为双方车速拢无慢，警方表示，详细肇事原因阁需要进一步厘清。不止个民众赛车骑车经过路口，一定爱甲速度放慢，注意附近是毋是有人甲车，安尼才会当确保双方的安全。记者柯家祖、柯超勇屏东采访报道。再来看，警方查到越南籍细汉的查甫人哦，查某人甲因翁大量假造咱国的身份证、佮有居留证、甲照顾服务员结业的证明书，以1张5000块到1万块的计价，为何落跑移工哦？伫台北小山市场一间蚵仔煎档的交易，伊警方嘛抓到这对翁仔某，计共有7个嫌犯，分别是互判4个月到6个月有期徒刑。移民署的人伫咧台北甲新北足侪所在，上时展开查缉，甲美伫台湾做假证件的集团抓起来，抓到的7个嫌犯有咱台湾人、外籍配偶，还有失联的移工。查扣证物若有切纸、印刷的假诗，上关键的是查扣到真侪张假证件。台北市专勤队在调查涉案做假证件的集团做的3大证件，有咱台湾的身份证、居留证、甲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书，每一张拢收5000块到1万块。为112年开始，2档的时间有60个人买，其中印尼籍失联的移工占较大面，不法得利超过50万。越南籍移工组成的犯罪集团，将租屋处变成伪造居留证的工厂，透过社群平台招揽买家，利用蚵仔煎摊位卖蚵仔煎，也卖证件来躲避查缉。非法集团的嫌犯犯户籍法定罪，共判4个月到6个月。暗过假证件入去市场已经足侪档啊！目前有真侪失联的移工摕假证件伫台湾拍走。加啦！早前国内特别掠过同款的不法案件，同款嘛是锁定失联的移工伫咧卖，为制造到假证件。服务是规套的，迄时阁有34个外籍人士用这款无合法的手段摕到工课。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打黑工，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很坎坷啦，有点算是要买一个身份，让自己本身比较心安。还有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需求，因为他在台湾薪资水平比在他们自己的当地高了很多倍啦。
国内失联移工到达超过9万人，而且有增加趋势。专家就分析，真侪失联移工用真侪方式，拢是为着要继续留伫台湾赚钱。不过国内已经出现失联的移工互犯罪集团利用的状况，就惊变成是社会的问题。要安怎应用，相关的单位就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东的局势搁再炭烧。美国伫初七是针对伊朗80外个所在发动空袭，来报复伊朗攻击3只经过荷姆兹海峡的商船。伊朗的外交部是谴责美国违反顶个月签署的备忘录，佮警告讲因一定会报复。美国发动空袭进前美国的财政部嘛撤销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令，嘛造成昨国际油价又搁大起。驶伫咧荷姆兹海峡的商船，风声讲过去互伊朗击掉。美国中央司令部初七铺文，讲伊朗伫咧国际航道顶悬攻击平民驶的船啊，美国随甲拍断去，嘛讲伊朗安尼攻击是完全无道理，明显违反停火协议。卡达也有沙烏地阿拉伯嘛谴责伊朗安尼行为，讲两国因兜的船拢伫咧荷姆兹海峡向拍着，要求伊朗爱马上停止所有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另外，英国海军的情报讲，初七迄天，有2只油轮驶去甲荷姆兹海峡的时阵，去互伊朗击着，船有海去。进前，美国财政部才因讲，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会暂时甲解除。但进美国财政部伫美军空袭进前，就甲这项免除令撤销啊。这项免除令是互伊朗会使卖石油，也有汽油产品出去。这是美伊谅解备忘录部分的协议。伊朗的外交部嘛伫咧国营电视台顶悬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讲美国政府安尼做，看得出因根本就是非常的恶质，袂当挖靠。این در حالی است که طی 20 روز گذشته امریکا مستقیما یا به واسطه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علیه لبنان بارها مرتکب نقض‌های کوچک و بزرگ مواد مختلف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شده است.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من هشدار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پیمان شکنی امریکا هر اقدامی که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و 美国甲伊朗签谅解备忘录才20天，即马又搁开始咧冤家啊！伊朗指控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已经是破坏协议的内容。若对乌兰即马是去航道安尼乱，就是要甲美方来示威，讲伊朗是对荷姆兹海峡也搁有控制权。警告美国甲盟友，若是无法度展现停火诚意，也搁解除经济制裁。全球能源的供应，也搁有国际航道的安全，这就拢免讲啊！若美国甲伊朗即马才留啊讲好无偌久，两国就搁开始咧起配面，船啊真无简单，才会使驶过荷姆兹海峡，即马又搁出现危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去叙利亚访问，一大饭店的附近所发生爆炸，有18人受伤。كنا جوا المحل وطلع التفجير الأول وبعد تجمع الشرطة صار الانفجار الثاني بعد ب5 دقائق. التفجير الثاني أو التفجير الأول هالشيء بينزع اقتصاد البلد بالتزامن مع وجود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ماكرون. 马克宏是伫阿塞迪政权落台了后，头一个去访问叙利亚的后面领袖。好佳在发生爆炸的时阵，马克宏人是伫叙利亚的总统府会谈无受到影响。马克宏这阵主要是甲叙利亚来讨论国家中间反恐怖攻击，佮有带真侪法国的企业代表做伙去访问。再来看法国极右派的领袖马林勒庞涉挪用后面的公款案。法院伫初七宣判是维持有罪判决，也毋过甲5年的参选禁令所抵做15个月，对2025年的3月开始算，所以等于讲禁令已经到期了。勒庞应该会当参选2027年的法国总统。57岁极右派领袖马林勒庞今日法院，因这关系到伊政治生涯重要的判决，法院依次伊伫欧洲议会加报助理会的案件有罪。认定国民联盟当期甲超过410万欧元的欧盟资金提起了东江的薪水，不过上诉法院甲原底5年的参选禁令缩短到15个月，而且已经服满，为争取2017年继续搁拼总统。Les peines ne dira pas que vous devez malgré tout porter pendant plusieurs semaines ou plusieurs mois un bracelet. En cassation suspend les peines qui ont été prononcées par la Cour. Et donc vous êtes
ce soir, vous dites que vous êtes candidat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onc ce soir, je suis candidat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法院也判绿屏爱罚10万的欧元，也有1年电子监控居家服刑，爱扣电子卡价。根据法国的制度，挂电子监控的人出外爱得到法官许可。这时间，互外界真质疑，伊敢会使正常走选举？不过，绿屏表示会向法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因为上诉的期间刑罚接近执行，所以伊有缘会投入选举，并且甲30岁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德拉做伙组一组来竞选。法国左派政党对判决表示欢迎，证明并不是绿屏所讲的政治打压。部分议员阁批评讲，绿屏过去主张涉嫌贪污的政治人物应该一世人袂当参政，但是伊煞坚持选总统，明显是扇家己的喙皮。été 2 fois reconnu coupable de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4,1 millions d'euros volés aux contribuables françaises et français. Et donc, elle est une délinquante. Voilà la seule conclusion que l'on peut tirer de cette décision de justice. 因那绿屏服务真侪年，法国北部的票仓爱兰破亡，判决的结果引发无共的反应。 C'est du même parti politique, donc Bardella il soutient Marine Le Pen, Marine Le Pen soutient Bardella, donc moi je prends en compte que, c'est issu d'une équipe. Exemplaire, y compris sur le plan judiciaire, et vous imaginez quand même l'image que ça donnerait à la population et au reste du monde entier si on avait une candidate qui faisait des meetings avec un bracelet électronique.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无10个月，民调显示国民联盟依次领先。即马绿屏确定有参选的资格，也互这场风看作是法国最近几年上关键的总统选战正式提前起稿。绿屏伫2012年总统大选排第3，也伫2017年甲2022年2届进入第2轮的决选，不过拢输互马克宏。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 来看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有一栋37层楼高的大楼，当个征收，却传出讲钢骨变形，有部分的楼层崩塌，恐惊规栋楼会崩起。警消经疏散附近的民众，嘛封锁4个以外的道路。纽约曼哈顿第1大道、第3大道之间的东40街到45街，目前是全面封锁，人甲车拢禁止出入。纽约市长曼纳里证实，这栋37楼高的大楼状况真无稳定。 2 structural columns have buckled, in addition to multiple cracks and sagging floors. The building remains unstable. 这栋伫咧纽约中央车头附近的大楼，进前是跨国制药公司辉瑞的全球总部，1970年代所起的。原本是做商业办公室，即马要甲改做高级公寓，按算会有1600户，超过36000平。初一早起所通报讲，大楼有落太路的状况，附近的徛家办公大楼、店家民众拢紧急疏开。 And since we arrived on the scene and put that in place, we have seen continual movement. It does mean that it is not yet stable. It is still a very serious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目前确定大楼的21楼甲22楼有2支条歪曲变形，21楼到26楼继续咧崩。即马曼哈顿市中心竟然有大楼可能会崩，附近的居民拢真意外。 A little shocking, confused. I find that surprising that we're having,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an issue about a building collapse. Yeah, I don't know. It's surprising.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负责上班甲徛家专案的纽约市出题局，赶紧新增现场的包厢安装临时条辅助，相关单位监控建筑物受损的所在。目前临时条只是初步的措施，后续的稳固工程会阁继续做一段时间。公司新闻警员评编译。 过来消息哦，过来看风台要来咯，以及稻啊等要收，所以即马苗栗甲中华农民是赶紧来抢收。另外，中华复兴的花莲果甲四季果嘛等个大出，农民嘛是会当收的就先收。甚至尖石乡的水蜜桃即马嘛是散季，农民是讲若风台扫过哦，至少就要损失一半下价。 已经半暝啊，收割车还阁伫咧运作，风台伫要来啊，农民看甲足紧张的。苗栗的农民就惊6月冬的稻啊，对咧互风台抬了，赶伫咧暗时赶紧采收。是因为怕台风来
稻子会倒掉，就会没有收啊，没有收入。哦，所以说机器又不够，大家抢着要割啊，所以说连夜要割了，不割不行了。苗栗6月冬的稻仔，原底是伫咧7月中旬才要收割，毋过即马提前采收，互收割车供不应求，因为排队农民实在是伤济，收割的时间嘛起互压缩。也那苗栗湾里稻壳已经连续收割5天，落花嘛配合收割的时间，甲收稻仔烘好带的时间延长。如果要割晚一点，要割到凌晨，就事先电话先跟农会这边来联络，我们会顺利让你的稻谷缴交，才不会因为塞车到最后呢，有一些人的稻谷要留在田里面。上次的就是好大雨，然后其实田间一直都很湿，然后根一直泡在水里面，他们就没办法呼吸，所以我们这个就比较像是迟滞性的摘水。中华农民嘛，全部伫咧田地无用咧采收，有种稻仔做事人用传统的倒吊拍稻仔方式，做台南16号月光米，趁这几天好天伫咧赶工。也那福兴乡拄好是火龙果甲四季果收成的季节，这农民伫咧风台来进前，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因为6月做大水雨已经霜冻甲真严重，就烦恼即摆风台损害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成功大学甲光复乡公所将对于华人的马太安溪来进行在后环境监测甲医疗参与工作坊，整合医疗、公共卫生、水利甲环境等专业务，望可以当进一步来保障民众的健康甲环境卫生安全。7位船长来带路，上台科学工作站的人员按照资料的积水热区、排水出问题所在开始采样本，包含水质、土巴拢要送去实验室检验，来分析光复乡在后10个月环境卫生的问题。光复乡这边因为马太安溪溃堤之后的一些泥沙的淤积，反而更容易造成这些积水的状况。那如果积水多，这些病原体就很容易扩散出去。参与计划船长表示，讲好做大水了后，虽然家乡差不多恢复啊，但是有真侪过去唔捌饮水的区域，即马即土埋，佮有一寡本数待伫产里，希望这个调查会当协助光复乡找出问题。灾后的话，它就整个地形变动之后，它就有积水的那种现象，积水的那种留下来的那恶臭会更重。对，尤其是我北部村的垃圾多的不能再多了，所以说我那边才是真的很严重的一个地方呢。上台强调，除了环境监测甲医疗采检本的作业以外，工作站未来会整合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学术界甲在地社区的资源，打造有研究、教育、人才培育甲社会服务功能的在地合作基地。那我们也希望能建立一个所谓的界面啊，可以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长期观测的这些资料，现在的数值到底有没有超过我们的警戒值？那这个我们未来会陆续把它建立一个平台。那这届做回采检本的人员，除了上台工作站以外，还有病院甲地方青年。采检本包含养殖区、积水区、大土区、商业区等等的所在。调查数据会提供地方政府来做公共卫生管理、环境改善甲灾后复原重要决策的根据。记者综合报道。落大雨做大水，造成民众性命财产正大威胁。中华县政府为着要提升自主防灾的能力，买3000片的活动式防水闸棒，风台要来了，发予民众甲社区来使用。一共这款闸水棒一袋6公斤，比传统的沙袋还轻。那么做伙来了解。中华县水利主管处的人员摕活动式的闸水棒，一袋一袋要甲倒起来。插进去，这边压进去，拉，那个组装好一片的。只要空甲笋搭一个，就倒好势啊！中华县政府今年头一届推动使用活动式的闸水棒，而且会使来借，总数要3000袋。这届因为强烈风台把威瓦来，县府已经甲闸水棒分去开饮水的14个乡镇市。我们装沙子的传统沙袋一袋就20公斤，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现在所谓科技沙包，一开始的话到3到5公斤可以很好搬运，但是加水之后它会膨胀，所以如果能搭配我们这挡水挡板，它本身一块的话只有6公斤而已，所以你要煮起来速度非常的快。县府经过测试，每一袋差不多会当取代30袋传统的沙包，会当挡差不多50公分悬的积水。这几年底因时强降雨的频率大幅度增加，当土骹的水下袂离的时阵，民众就会当真紧甲闸水棒倒起来，来降低饮水的风险。开放会使来救了后，已经有不少民众来领。看起来还蛮踊跃的哈，因为过去有一些低洼地带，还是有淹水的现象。我们除了县府提供这个挡水板之外，我们还自己有
提供这个沙包。这个就放在那个家的那个入口处啊，门口啊。水流过啊，不边摄入来时哦，是细工入来时，得个时嘛是个甜。民众讲，目前看杂水泵是有比沙包较好，不过因为甲固定式的杂水泵无共款，效果爱搁看卖。遐若变啊落雨，就较会饮水的落缸流加。店头认为讲，杂水泵确实有比沙包较有防灾的效果。要淹都淹到小，那你看一个门口要挡到小腿高的话，要多少包沙包啊？做挡水板的10多户，然后做沙包的可能不到2户。当地店头讲，8楼的时期若搁拄上大水雨，光是靠沙包是无够。袂少店头除了使用杂水泵来预防淹水，嘛会甲1楼的家具甲物件尽量搬走，来降低淹水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内成员，和南投县政府提告毁损、伤害甲妨害公务，昨开庭。民间乡长甲自救会成员是伫法院外口呼吁讲，司法就要展现公义。乡长嘛讲哦，乡亲是徛出来守护家己的家园，办公法院会当客观公正来审查。司法彰显公义。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在7日南投地方法院外口发口号，呼吁司法要展现公义。因为自救会有6个人，予南投县环保局提告，罪名包括毁损、伤害，还佫妨碍公务。原因是伫宽平会期间，自救会成员一会场有激烈的抗议行为。因为徛伫岛顶的时阵，无张持。岛啊去害去，咱自救会今仔日有20外个出来甲声援，伫这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大家拢伫个内底咧听，希望讲法官会当做一个较公正的审判。今天我没有看到南投环保局的人有任何人来这边了，他们要面对民众了。我要跟他讲过了，如果他们愿意用他们专业来保护南投的乡亲，我跟他们跪，我都愿意了。民间乡长陈汉立嘛到现场支持自救会，伊认为县府的会期4个月中陆续开24天，嘛拢办至南投市，无要去民间乡，嘛无要听在地的声音，地属民怨确实问题重点。事件为头到尾，没有人想要去伤害人，但是你看南投县政府这样子。他这个叫做官逼民反吼，咱一定坚持到底吼。南投县政府有一天一定会遭到报应的。南投环保局是回应讲，反焚化炉的民众一现场破坏刀啊、椅啊，这些拢是公家物件，县府才会提告。政府机关绝对不允许这种破坏秩序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坚持会针对有妨碍公务，还有针对毁损公务，甚至有殴打的伤害的部分，我们都会执行相关的提告的工作。南投环保局强调，无希望看到伤过激动的抗议。嘛袂当因为意见无共就失控，望大理性讨论焚化炉的议题，共同解决南投的粪扫问题。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再来看台南新化的极限运动场，2005年落成，当初成立4档尔就趴远咯，20档过去咯，即马是搁起网啊，到底是要拆掉，还是要搁来翻修哦？各界意见嘛无啥相共。公所嘛表示讲，已经有争取到经费，后续交予环保局先来维护。今日台南新化这搭空地草花甲真悬，涂骹粪扫嘛归堆，较含的是连内面的变电箱电线甲变数的五金拢互淘汰去，这哪像趴远的场地？其实是国内第2座专属的极限运动场，摆设真济无共造型的设施，即阵拢歹去，真济在地民众拢唔望遮通早嘅活化带动地方发展。几啊档拢无使用啊，都使用一概念嘛，爱有推广，有人去使用，安尼也无人去使用，就嘛是荒废啊。会当迄个活络较好啊，有人会当去啊，看要运动，还是要创啊，会当使用安尼。这座极限运动场2005年落成，经过了解，规模无够4档，经营无好，就安尼爬远去。即阵要活化方向，嘛出现无共的声音。有咧选极限运动的人含有民代，是希望通修理好势，重新开放，弥补台南场地无够的问题。另外，毛民代建议修缮的成本相关，兼使用率低，规期彻底转型做环境教育园区。技师的一个鉴定有必要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疑虑它这样的一个鉴定里面说建议能够用来拆除以维护地方上的一个安全区公所回应，目前有甲体育局争取买400万的经费，
用来拆除运动场甲规冠骨，但拆线会交予环保局来领用。环保局初步规划，未来这带打造做生态循环空间，做绿化使用，强调的维持原地生态，别个增加任何土木和水泥的工程，唔望这个空间用上自然的面貌，重新挖过来。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宜兰县的清洁队又回收的碰层墩甲拿山咧，有公所提案帮县政府编预算买破碎机来处理。也毋过县政府评估讲，一台机器就要3000万哦，所以县政府是表示讲会委托厂商来处理。一顶搁一顶的冰床，这伫回收场要甲拆开是无简单，需要真侪人工甲冰床内有价值的镜仔甲布料分开，才通回收。宜兰宜山乡公所清洁队就表示，因为人力不足，一天敢若会当拆3-4顶，仅已经少400多顶，还未处理。我们其实公所的人力也有限，是那。除了本身的清洁队的就已经业务很多，还要再分人力说要去做那个的话，其实负担蛮大的。目前宜兰市公所清洁队有一只半自动冰床破碎机，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7000多顶的冰床。不过半自动破碎机同款需要大量人力，甲破碎了啊镜仔甲布料分开。公所敢若会当请地检署的物业来协助。所以如果全线做一做，其实量能会不太大。其实你说破很快，可是现在全部卡在人力分选的问题。这几年民众的生活品质提高，冰床汰换频率增加，要安怎快速气化，就是一个问题。真侪公所拢会拄到清洁队无够人的困境。有公所就提案，希望宜兰县政府会当编预算，合一只专自动冰床破碎机，协助各公所的清洁队处理冰床。环保局规划，朝向委托业者来以开口契约的方式，到各公所来进行破碎。根据宜兰县环保局统计，规个县目前回收的冰床差不多有3000顶，今年阁会增加1000多顶。环保局表示，经过评估，买一台专自动冰床破碎机需要开3000万，不过因为效率真悬，会变做真侪时阵拢定伫遐，保养费阁无俗，无效益。未来会透过合约方式委外请厂商协助各公所处理冰床，一年只要开100万块，效益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台北市信义路的义工教会，原本是林义雄的徛家哦，才伫1980年发生林家血案，即马嘛是转型正义的场馆。伫血乱的时阵，罗里亚剧团甲义工教会合作，要伫遮办台语的导览，望讲大人囡仔会当来了解过去的历史，来理解民主甲人权的重要。林义妈妈就是发现，就是讲倒伫即个楼梯口的所在。义工教会的牧师用台语导览，甲民众解说1980年林家血案的过程。即阵响纸，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了解过去甲国家暴力对人权的迫害。有学生讲，这是头届听到这段历史，想袂到过去台湾要发生这款代志。感觉就有一点恐怖，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几年有开始咧发展迄个不义遗址啊，其实有足侪导览会当参加，咱应该毋是应该要用真侪角度去识识台湾历史，不管是欢喜还是悲伤还是痛快。林家血案事发的地点，就是即卖义工教会。伫去年，互文化部设做转型正义场址，罗里亚剧团的工作坊就办伫咧遮。团长讲，因长期透过表演，互囡仔了解人权议题，像爱唱歌的戏，就是其中的一出。剧中以外嘛，探暑假推出一系列历史补课的活动。教会牧师也表示，真欢喜这个转型正义场址会当甲艺文活动相结合。阮是一个艺术团体嘛，艺术就是运用艺术来参与政治、参与社会。互大家知影，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咱的民主，互囡仔有一个安心会当表达意见的国家。有时阵教会场地无咧使用啦，所以有一寡团体若想要来参访，也是要借用的话，基本上阮拢是做这个历史的介绍安尼。牧师也讲，义工教会自去年就有甲导演合作拍片，拍算在今年9月在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会推出纪录片，希望场址的记忆会当透过影像传播，深化社会对人权历史的理解。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AI 智慧眼镜本来是设计予爱一边运动一边用摄影记录的人来使用，也毋过发现讲对于视力障碍的人嘛有正大的帮助。当结束的英国伦敦马拉松赛，都有适中的选手使用这项产品，那么做伙来看卖。2026伦敦马拉松比赛，又阁是非洲的选手，甲所有奖项拢包回去。这个选手目睭拢真好，而且嘛看有。不一个因为先天性黄斑部病变，目睭看无的体力头弱，
并无因为身体各样放弃马拉松的坚持。My mission was to inspire other people with sight loss, and not only sight loss, people with other disabilities or people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that they think is really, really hard and really tough, and inspire them to believe in themselves, and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已经的智慧型目镜，原底是设计来互介意运动摄影的消费者，伫咧走表、骑铁马、拍球的时阵，甲家己运动的成果录起来，不一个。因为人工智慧 AI 融入这项产品，所有想要运动的视障者真大的帮助。They are AI assisted, so while running, I can ask for live cues, such as what landmarks are around me, how far have I ran already. I can put my music on, but still be able to listen to my guide runner. The main feature here is the voice assistance, which can activate any kind of feature, or the person can just talk to glasses and ask any kind of question. For instance, I can ask, take me to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for instance, and it will give me the guidance how to get there. 业者就坦白讲，这个科技产品唔是要取代带路狗，也是狗仔这个产品，是希望会当减少外界协助，互视障者会当有更较自主的空间，互生活更较接近视力正常的人。公司新闻徐家健编译。下晡半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